北部客家乡亲等上拿来煮汤的泡菜，竟然也是得做饼的哟。苗栗一袋面包鸭杂，本单上的研发有客家特色的很元素，不过以下是配方较差的，以下行嘅温度唔错，冇做上。不过也因为安尼，伊能有嘅灵感，只系为一年加入被客家食材，同泡菜、甜桔、擂茶、东方美人茶也都拿来做饼嘅，变做客家煎饼。尤其处理泡菜去功夫哦，唔单止会透过一个日头晒过嘅泡菜，还要同晒嘅装盒，又是唔得太咸，咸嘅温度也是唔得太高，到铺路有油量，能留嘅系泡菜嘅香味。接下来看下先。今后是泡菜嘅，咁啊梗。主要客家嘅嗰種嘅風味。我觉得福菜的比较好吃可能会比较有点咸咸的，有没有？没想到他竟然还可以做饼干，不错不错，真的。洗洗一袋金黄色嘅餅，煙出當懊惱。尤其平常時拿來煮湯嘅泡菜，未就得拿來做餅，想出上味道。我一開始的時候我很好奇啊，怎麼做成的？所以我之前朋友跟我說了以後，我有先上網去做功課，我是專程下來買的。做餅用嘅泡菜係挑家貼片透過嘅，洗仲得調布之外，味道嘅出天奶沙老鹹味，含入乳水洗過浸至按布之熟。因为这个就是要挑天然晒干的，用太阳晒干的起来的它的香气会比较好。还有再来就是说，它的这个香气要对，尽量泡久一点的，就是比较成年的起来它的香气会比较好。做餅之前，處理泡菜除咗夾鋪愛做，洗好嘅泡菜剁碎過後，還會先配酒。配嘅時間拿蔥浸為酒，不過溫度調高，梅就會走體，所以就發揮嚟行應嘅精神。當你下班過後，利用配上含住嘅溫度來配。像我們的話，我都會利用下班的時間，下班呢，東西常常啊，當變咗爐裏邊，天就成當一陣大家當都拿到出來，用一下較上天嘅上，泡菜他們我用天爐配它2-3日，你當會找到底部呢，不然乾那樣，吃起來就還酥酥那樣。像這個福菜烤好之後就是要用過網篩，用篩的把它篩過，用粗網篩篩成有顆粒狀，等一下做起來那個福菜的客家煎餅才有顆粒的。泡菜熱料準備好，拿住隻重點出係餅本身嚟，撈湯攞嚟到隔冷水中燒中睇個後，高加熱輕熱，拍馬哥麵粉嚟到攪潤來，等住熱各種嘅熱料充分融合，撒冷出口師傅拌出比美無器。我們的做法是跟人家不一樣人家都是一塊一塊去壓，我們都是一次都是壓一大塊。我有去設計的這一個，一次可以壓一整片的2 mm的厚度。你看我都是在那個鐵板跟這個面糊的這裡，這樣子它才會厚度才會幾乎都一樣。認真解剖速圖夾3兩台，就擺出做出60袋。我都不用頭腦也不行，因為有時候這個我們不能說只能你生產量不夠的話，量你也要跑得出來啊。像我們一次要是像有時候人家訂1-2千盒，你沒辦法這樣子做，你要一個個壓的時候做到半夜，做到天亮也做不完，像這樣子就很快了。思考到師傅啲強度慢亂慢去從挖土肉，甚至嘅係為咗安樣嘅設計，係偶然時看到沙發上到位。
就是在那个我去看人家沙画想到的。对，沙画不是有那个小孩子在玩那个沙画吗？那时候是看到那个想到，哎，我这个也可以这样子做啊。沙雷出做的老铺菜，润润地下去，表演配上肚配。配家哈，差不多分到2摆配啊，哈，第一摆他们配差不多10分钟，啊，第一摆配他半点钟到40分钟，才会好。我应该旋风卤派。做法看起来简单，但是按法嘞为经验长辛苦。湿派米都是比较没有那么都是太咸，我们都是直接拿来就做，直接拿来就做啊，就吃起来又有一点感觉沙沙的。之前的湿派品，那觉得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过会讲，用为快时做两客家饼，挑蛤蟆没系度好得到位。是这样子哦，刚开始因为我们在做其他煎饼的时候，师傅可能就是糖放太少了，啊，做起来的品质并不是很好。那这个师傅烤一盘以后，他就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才来的灵感说，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苗栗县是客家大县，啊，所以我们想说把苗栗县的一些客家的元素把它加进去。所以除了泡菜，还有擂茶、东方美人茶、老添嘅口味，各种冇用种味水。东方美人茶，我是把它砍瘦过后，把它撒到这个饼干上面，有茶香，有豆色的嗰种嘅蜂蜜的蜜头，豆色的。蜜香味。荆棘的味道，它就是很天然，就是那个荆棘的香味啊，就像我们喝饮料那种荆棘的。榨汁出来那个味道都有出来。添加青椒为先入染路过，搞打出水，见方色嘅水甜甜嘅流出来。不过师傅为嘅唔系水，竟然系为泡。同意冇空樣嘅哈，同埋按人講嘅那種人還冇意思，同埋是夾，我哋冇，我哋要是泡啊。挑蛤蟆咪係貴州添見拿嚟做，效果唔好。研究過後發現，泡配糟過後，電動很難用。適合做餅，南白挑家和上嘅研發，很難到嘅客家口味。啊，包括像紅棗的部分呐，哦，還有芋頭的部分哈，這個都是我們客家莊很重要的農產品。但是在我們這客家的部分，或者是說餅乾的部分哈，把它開發成的並不多，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。就客家特色嘅餅，公園嗰隻東樹分野，去年先到推翻北台電路，2.2公分嘅坡土，變化出各種客家口味。詳細說過後，咪查會出這集客家故事。